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4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这回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潭美风台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台大雨，宜兰四季国小阁有台东兰屿绿岛，目前都已经停班停课。台盐绿能那像是必备案，台南检方叫34个人去问话申请羁押，前台盐绿能的董事长陈启玉等5人羁押后法院驳回。美国证实尚无是有3000个北韩的士兵奉派去罗西亚远东地区，目前也无清楚因的目的，怀疑是要甲罗西亚斗战争。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天气的消息。潭美风台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在北部甲东北部这几天拢会变大雨。北环公路台7线90公里，也就是宜兰台东乡这英树路段，昨暝9点半的时阵，山壁就已经有土石崩落路灯起。四季国小英树分校今日已经停班停课，也若是台东的兰屿甲绿岛，对今日中昼12点开始停班停课。怪手一直乌，希望赶紧畅通道路。北环公路台7线90公里的所在，自昨暗时9点半，因为连续大雨土石崩起，一块超过200栋的石头坏在路中。我们现在估上来，最主要是一颗大石头，大概一估大概2000立方的。北环公路按算只是下晡5点才畅通，宜兰县四季国小英树分校宣布停班课1天。在东南苏绿岛也因为潭美风台影响，中昼12点开始停班课。不过，宜兰这摆是不是因为大水后停班课，所以引起争议？学生伫校中去学校，气象署有讲，宜兰山区自昨暗时8点开始，24小时累积雨量有490毫米，超过停班课标准。不过，宜兰县政府所宣布，由各机关家己决定，园长林祖标明册都互网友灌满，质疑是将这件杀出去。还好哈，就不影响上课了。不会 ，OK。是可以早一点宣布啦，因为早点讲。对，因为我们如果要接送小孩的话，然后又要上班的话，可能在那边等消息会有一点困扰。依照目前现行停班课的一个规定，各机关本来也就可以依照地形的一个状况或是现状来做一个宣布。不过，既然只是防护状况，部分家庭认为上班课无受影响。不过，希望县政府应较早宣布决定。县政府表示，山区气候变化大，当地公所更加应掌握清楚。依照停班课相关规定，各机关本来就应依照地形、防护状况是不是影响上班上课，家己宣布。县政府尊重公所的判断。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换来看台中，沙落中清路7段甲三民路口，今日透早是有电线落入涂骹，可能是去互强风渗落来。这透早有2个民众7点外骑乌多摆经过，就去搞到雷残。其中一个姓林的女性，头壳碗内底出血，伤势真严重，目前也咧加护病房治疗。林女驾驶重机车沿三民路往大雅方向行驶，慢车道，行经上述地点。其车头不慎勾到因风大遭吹落之电线。同一时间，对向陈南驾驶重机车沿中兴路7段往沙鹿方向行驶慢车道，其车头也勾到遭吹落之电线。这2个受伤的民众拢是送去公电病院急救，2个人淹落拢无食酒。目前这人伫咧加护病院姓林的女性，骹手有真侪大断去，面嘛切着伤，而且这头壳碗内底佫有出血。也若是另外一个姓陈的查甫人，除了头面甲手有着伤，是无介严重的伤势，目前是伫咧急诊室观察。这潭美风台虽然离咱遥一地不过这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台湾真侪所在都已经咧靠强风变大雨。气象署就预告，这24点钟内北部、东北部的雨会上粗，一直到拜5拢会是维持这款天气。特别是在北部、东半部，也有恒春半岛的民众，都要特别注意。街路真侪民众拢已经甲外套穿起来啊！拜是透早北部、东部、恒春半岛天气湿湿凉凉。气象署表示，受到东北季风甲潭美风台外围环流强环效应的影响，根据统计，对拜3到拜4早起，北部部分山区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300毫米，新北瑞丰甲宜兰山区也累积超过200毫米。气象署也提醒，未来24点钟，伫北海岸甲宜兰山区雨量可能会达到大豪雨的等级。
其实包括北海岸的降雨，以及宜兰地区，尤其是宜兰南部山区的降雨，都是相当的持续。而在花莲地区的降雨也会逐渐增加。那台东地区在今天白天可能降雨的情况还不明显，不过随着台风移动，后续整个外围环流移进来的水汽，到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台东到恒春半岛的降雨也会增加。另外，即届伫咧中央山脉的主动之下，风雨较无影响到的是台湾的西半部。不过，伫咧外岛地区甲台南以北沿海地区，阁有平地较空旷的所在，也要注意有大风影甲强阵风的情形发生。苗栗到云林的沿海地区、澎湖以及恒春半岛跟兰屿，有机会出现10到12级的强阵风，提醒大家外面的风还是相当的强。气象署也表示讲，即马潭美风台持续往西对离上岛通过刷落来，进入南海。拜五过了后，雨势会渐渐减弱。伫这2天，除了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明显的风雨，北部地区、宜兰山区要特别注意有地灾性的雨势。民众出外也是行车，拢要注意安全。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原来关心这台盐60，那就是利用供电价报销。台南的检方就叫34个人去问话，包括这款伊申请羁押前台盐60的董事长陈启玉等5人。不过台南的地方法院开羁押庭开7点半钟了后，今日透早4点半是驳回羁押，当庭放人。检方按算要提出控告。检调侦办台盐60备案，大动作搜查台盐甲子公司台盐60，传回34人定性。幸好针对台盐60前董事长陈启玉甲2名台的高层，也有2名包厢负责人向法院申请羁押。均涉犯违反证券交易法第171条第1项第2、第3款特别背信罪嫌及刑法第214条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犯嫌重大，且有逃亡、灭证及串供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检方调查，前台盐60董事长陈启玉涉嫌授予前台盐60总经理苏坤宏，将台南7股真济台盐土地用证券的介绍交予荒废甲调用土地开发，利用公田和互保款项，用台盐60公司甲相关外包业务签约，佮用违约赔偿者名义，将台盐60的钱背予外包公司，相关的手法金流拢要去调查清楚。公司营运一切正常，本公司已于去年和今年主动将资料移送检调，将配合厘清案情。检察认为，陈启玉等5人涉特别背信等罪嫌，而且有串证的可能，申请羁押禁见。但们第2站尾仔开始开羁押庭，这经过7点半钟时间的审问，今日透早4点30分，全部裁定驳回。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年节能减碳的风潮当兴，各地方政府拢是咧发展供电甲绿电，嘛会当减少碳排放。不过，这绿电却是正做侪有心人士加报销、趁中间差价，甚至是收乌色借口。除了目前还未定案的台盐60这案，还有啥物相关的冲突甲备案？咱请雅顺为咱解破。是主播，咱今仔日的解判新闻特别来讲，这个台盐60公司逼出前董事长陈启玉等人涉嫌勾结供电开发业者铺保工程的费用，还佮利用到这个违约甲赔偿者的名义，将台盐60公司的钱搬出去，包括陈启玉在内5个人是涉嫌到特别背信等等的罪嫌。也讲到这几档，这南台湾是当咧推动能源转型、开发供电，背后所有产生未少的备案，也佮有冲突。亲像伫咧2022年9合1大选进前，引起社会轰动的客家80个请案，就传出是牵涉到供电利益。迄当阵的市议员谢在旺伊的服务处，也佮有民进党中执委郭在钦伊的公司，是去互人拢总开清单80个亿。落尾，互人指控是请案主使者的客家自治宫董事长王文忠，因为罪证不足，干那暗藏犯人夺去中国的罪名有成立。另外，伫咧云林，国民党这个前议长沈宗良，去年就因为涉嫌收风电业者的乌西，去甲县府施压，互业者会当顺利申请到执照。
后来新总量交保请辞了后，是由无党籍的黄凯来接任议长。不过，同款算是伫咧今年7月时阵，逼出伊嘛有受绿电业者的乌西去互检方起诉。顶礼拜法院才打裁定300万交保。也话个公道转来，这台盐绿电的供电备案，包括董事长陈启玉在内5个人是去互检方申请收押。不过法院是认定罪证不足，当庭放人，检方嘛当要提起公告。所以来，咱就继续讲到这政府要发展供电这绿电的政策。不过，这几冬来，政商财团说是透过这绿电开发来出现真侪弊案，引起乱象。除了希望检调会当彻底查核清楚，外界嘛呼吁政府应该提出对策来压制犯罪。咱今日的解判新闻就先讲到这，所以来将镜头交转去互主播。感谢雅纯，所以咱来看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今日早起是又搁去互特检来搜索。台中的检调人员是专工就北去敲这新北的刑大警一队，也搁有土城分局，带走这细地警察员等3人，怀疑因是咧侦办这枪炮案的时阵，私底下甲嫌犯交换情报。今年的3、4月间接获检举时任当时的那个土城分局的侦查组郑姓小队长就现任我们现在正义队的那个侦查员查缉的案件的过程之中疑似和这些的犯嫌有情资上面的交换目前就是由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督察室和台中市调处共组这个专案小组也报请了那个新北地检署目前在侦办当中。新北市的刑大是表示，这阵是由专案小组正在调查当中，这涉案的情形也会厘清，因会维持这款无去暗砍、无去斗暗砍的这款心情来查清这个案件。也若是疑的时阵，新北市的刑大嘛捌去互搜索，其中是有一个细单的警察组涉嫌侵犯证物，这个警察组是已经去互羁押禁见。镜头换来看江花城案件进展，北检是追查这金流发觉关政治现金，和民众党党主席挂问题的人，哪像嘛是有包含家人市的市长贾国良，今日是传唤这贾国良作证，也若是目前去互羁押，期限已经咧要满的被告台北市的市议员应晓薇，检方是申请延长羁押，台北市的电影今日再去开庭。另外，顶日检方是申请扣押江花城土地，法院是核准。不过，这负责的公司是提起控告。台北市的市长周万安就表示，这北院无改变裁决进程，未予因时间。车门慢慢开开，为车顶落来就是家人市长贾国良，疑似雄雄出现伫廉政署。今天想要什么事情来廉政署？讲一句来作证，贾国良就拱手做戏，其他无愿加讲。暗过检廉侦办金华城案件，继续追查金流，为民众党主席郭台小虎发现政治现金的关键名单，疑似贾国良决定用证人的身份传唤伊到案说明。检出警备车共案在押，被告台北市机关应晓薇，互法院提审到庭，特别羁押期满，经过检方申请延押。台北电影早起10点50分开庭。主席，身体状况还好吗？同款羁押期限未满，也有维京集团主席申聘金。延押庭已经伫23下晡召开，延押或者是停押，裁定还未出来。暗过检方调查专项继续提审被告约谈证人到案，也向法院申请扣押金华城土地核准。暗过伫中国公司控告了后，互台湾高等法院发回台北第一竞裁。我都尊重那个检察官的一个侦办那这个之后看着一个报道那这个是真实事情如何？那消息来源如何？这个我并不清楚。被撤销的一段理由是公司指出，原裁定无详细说明是毋是符合刑诉法规定，必要时爱扣押第三人财产的要件，认定控告有理。不过台北市长周万安表示，即马就是无被时间抗验。记者综合报道。
我来关心咱的国防安全，强军联合来检军演的期间，放下咱的海军海防队对部署的情形是去互强军掌握。大家就真烦恼讲，万不以战争的时阵，佮发生这款状况，恐惊对输甲妥妥。针对这项争议，国防部长郭立平是强调讲，这战术的位置袂简单一大尔。也若是美国甲日本，昨晚开始来检演习，有日本媒体就分析讲，这场演习是为着因应台湾出代志。中国顶一日进行2024联合来检 B 的军演，讲要为台封锁控制。针对外界有风声讲，防控台海甲防控台湾是无共款的。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封锁控制是无正确的名词。封锁是 blockade， 在国际法上是有定义的。它的定义就是说，它要平等适用于所有的国家。所谓你划定一个禁航区，它一定会影响这里的区域和平稳定。对美国期刊的报道，中国发动联合来检军演的期间，国军有向方飞大的海防大队，隐蔽的所在已经互公开，便若开战可能就会随风消灭。郭立平强调讲，战术的位置袂干那一个所在。我们主要现在就在着重在于这个在战力保存的阶段，要着重于信息管理。那我们要部署的战术位置也不是只有一个啊。针对南亚立委齐卡心顶一日质疑讲，中科院进口的过氯酸铵内底磷的量有过量的问题，当场去互中科院院长李世强反驳。不过有媒体佫也出来讲，因摕到美国大厂提供中科院的 AP 成分报告，内容明确出现磷酸三钙，内底有磷的成分。AP 里面还有磷酸钙，磷酸三钙来说，它里面含有磷，这个在化学上就是讲不通的一个道理。化合物是由元素组成，但是元素在化合的过程中就会失去它原本的特性和特征，所以我们不能把磷酸三钙等同于磷。李世强挂保证，火箭的燃料绝对无问题，因为中国最近联合来检的军演，加速台海的局势加悬。美国、日本来检演习嘛伫23举行。根据日本媒体指出，这是烦恼台湾有代志实施的大规模军演。郭立雄嘛讲，咱国并无受到邀请去观察，不过会以其他的方式来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国土计划法明年4月底实施，不过一寡地方政府是还未交分区图，这地方的民众就真烦恼讲，因的权益会去受到影响。今日早起立法院就举办公听会，有这学者是认为讲，国土计划法已经推动超过30年啊，照理来讲应该是按时间就路。不过，有立委表示，这地方政府也阁有真济所在需要规划，提案修法延后2年。国土计划明年4月30号全面实施，农地嘛要卫生农业发展地区，其中有优良农业生产环境，面积大于25公顷以上，阁有农用面积超过8成，卫生第一类。农业部强调，农地农用的补助阁有规定拢无变，但外界的团实施了后，管制变严格，甚至违规上悬罚500万，拢无正确。其实也可以做调整，并不是说被变更，或者是已经被划设为农1到农5之后，就永远翻不了身，不是这样子。国民党立委徐宇珍指出，婚姻权伤过济农地方为实行第一类，比例比农地搁较济，变动权搁较悬。地方农民非常烦恼，农地无法度变更，地方政府嘛规划袂好，所以提案修法延后2年来实施。让云林县有更长的时间可以准备完善的农工科技并进的这个发展方案。会在立法院举行修法的公听会，当年推动立法的前国民党立委柯文燕表示，国土计划法会当避免农地继续破碎化，嘛认为已经推动超过30年，阁无法度实施，实在是不可思议，反对延期。担心的就是延期呢，恐怕是鼓励了更多的农地的违章，因为目前为止呢，农地的抢建的情况、违章的情况可能更糟糕，破碎化的情况呢，可能也是更为恶化。毛学者认为，政府要针对农业有更较侪补贴。好的农地叫农1，结果划设农1以后变成是惩罚，这个是一个不公不义的事情啊！因为你划设的农1并没有对等的资源补助。
公听会邀请各单位表达意见，立委指出，农地农用1公顷可能一年了10多万的收益，不如租予供电业者一年收40万租金，这对守护农地做农的农民并不公平，所以认为政府应该提出更较有效的补助等配套措施。记者林俊平做台北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的麦当劳是爆出大肠杆菌食食中毒的案件，计共有10个州出现病例，目前是有49个人感染，1个人死亡。这阵怀疑可能是牛肉汉堡夹内底葱头，也是讲是肉馅啊出问题。咱台湾的麦当劳就发声明，强调台湾的原料甲美国是无共产地，大家免烦恼。这样4盎司的牛肉堡，那像是造成美国麦当劳伫10州发生的食安事件的凶手。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 CDC 伫2日公布美国麦当劳4盎司牛肉堡引起大肠杆菌感染的事件调查报告。目前知影这件事件通报时间按9月27开始到10月11日。感染大院的10个人内底有1个人死亡，1个囡仔出现上着腰子的阳痿性尿毒症候群。这个食安事件发生到当影响10个州，包括 CDC、美国农业部甲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拢介入调查。FDA 的官方网站有公开造成这件食安事件的牛肉堡的相片，传出便利的麦当劳店家，最主要是集中伫画面顶头空色的科罗拉多甲深绿的内布拉斯加等3个州。另外，卫生单位的人采样分析验出大肠杆菌 O157H7型。感染的菜料哪像是切片的葱头，还是牛肉鸭饼？目前传出便利的麦当劳店家已经暂时停卖这款的汉堡，嘛无得用这2款的菜料。那其他的州是无受到影响。这摆事件有验出大肠杆菌的菌株，会致使腹肚绞痛、吐老、发烧，若是严重的出现处肺性的落瀉，还有腰子坎坷等症头。受到通膨的影响。麦当劳伫第2季全球的销量4年来头一摆落车，这摆事件恐惊予伊的营运更较凄惨。CDC 调查报告出来了，麦当劳的股票即时落车9%，公司新闻张秀芬编译。罗西亚甲乌克兰也咧战，美国的白宫甲国防部长奥斯汀昨拢证实，上无是有3000个北韩的兵仔奉派去罗西亚远东地区。虽然目前也无清楚因要创啥，不过若是到时是要甲罗西亚斗战争，这战争的情势就会变甲愈来愈严重，对欧洲甲咱亚洲来讲拢真危险。乌克兰甲南韩顶礼拜拢根据证据指控，北韩咧向俄国派遣士兵协助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了后，美国白宫甲国防部长奥斯汀第23日证实，至少3000个北韩士兵被派去俄国远东地区。佮强调北韩的介入会互情势升级非常严重，而且对欧洲甲亚洲各国拢会造成影响。Russia is suffering extraordinary casualties on the battlefield every single day, but President Putin appears intent on continuing this war. If Russia is indeed forced to turn to North Korea for manpower, this would be a sign of weakness, not strength, on the part of the Kremlin. 德国甲英国国防部长23拢对事态发展严重性表达烦恼，佮谴责冲突升级的可能。南韩国会情报委员会干事上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朴胜元表示，南韩国家情报显示出，今年年底进前，可能会有差不多1万个北韩士兵投入乌克兰战争。这项情报来源真可靠。不过，被派到俄罗斯的北韩兵力目前也无投入战场，大部分分散伫俄罗斯国内各个训练营，目前应该是咧适应阶段。 현재 추가적으로 1,500여 명이 더 파견된 것으로 보인다. 그래서 이제까지 러시아로 이동된 총 북한군 규모는 약 3,000여 명으로 판단하고 있다라고 하는 것이고요. 根据韩联社报道，南韩国防部情报单位研判，北韩目前已经储备上济用支持3个月战备物资，而且开始协助俄国生产军用物资。 南韩国会国防委员会委员张大德提到的资料显示，北韩已经透过海军向俄方交付超过2万个货柜的物资。根据推断，若其中载满152公里口径的弹药，俄方所得到的数量可能有940万粒。另外，北韩也可能向俄方提供112公里口径的火箭弹、俄系战车所用的炮弹、用人所在的防空飞弹、甲反战车飞弹等武器。 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
同年期的首都安卡拉，国营的航太工业公司的总部暂时发生爆炸，现场阁有人开枪，上无上5个人死亡，22个人受伤。同年期的政府认为讲这是一场恐怖攻击，指控是长期甲政府徛对头的柯德族工人动作的。目击者伫土耳其航太工业公司总部停车场外口听到枪声，所来就大爆炸。土耳其政府讲这是一件恐怖攻击案。初步调查研判，真有可能是长期甲土耳其政府对徛的柯德族工人党因策划执行的。攻击者伫咧航太工业公司总部办公室，甲炸药引爆，而且开枪。攻击者内底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已经互打死。Bu tür eylemlerle kıyaslandığı zaman PKK terör örgütü olduğuyla ilgili kuvvetli。土耳其国防部23暗时宣布，已经对伊拉克北部、甲叙利亚北部的柯德族叛军目标发动空袭。根据监视器的画面，迄天至少有2个人伫咧航太工业公司的入口附近开枪，死者大部分是员工，另外有一个是计程车的司机。根据地方媒体的报道，攻击者先把计程车的司机抬死，结果把伊的车驶走去犯案。受伤的人内底有特种部队的成员，也有人伫罗西亚出席金正峰会总统埃尔多安接到相关的消息，讲安全部队已经解除威胁，任何恐怖分子的作为拢无法度达到目的。Bu menfur terör saldırısını lanetliyor. Şehitlerimize Allah'tan rahmet diliyor. 柯德族工人党伫咧1979年成立，目的是透过武力伫咧土耳其、伊拉克、伊朗甲叙利亚各界柯德族人因大的所在建立独立的国家。这个党嘛已经互土耳其、欧盟甲美国认定是恐怖组织。土耳其政府对这届的攻击进行媒体封锁，国内大部分的所在拢无法度使用社群媒体，嘛呼吁相关的信息都应该删除，且民众唔通转传，拒绝替恐怖主义传播消息。土耳其航太工业是因重要的国防甲航空企业之一。土耳其头一只国产的战机，就是这间公司生产的。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咱来关心国内消息，警方是破一件大型下国的毒品走私案，发现这个犯罪集团是利用外籍人士，把这毒品包起来吞落腹肚，也是讲潜入体内的方式来运毒。警方是伫咧桃园啊，有高雄的机场隔空掠到11人，超到真济毒品。查获泰国籍犯嫌8名，法国籍犯嫌1名，及本国籍犯嫌2名，合计查获1级毒品海洛因共约5公斤，少量古柯碱及大麻，毒品市价高达新台币3500万元。警方强调讲，这个下国的犯罪集团是把这毒品藏伫咧人体来运送，而且佫惊吓人较少的半暝仔的航班，甚至是风台来时阵，飞机可能会去淹潜着，目的就是要互警方较歹查。警方发动6届行动，总算甲因总掠起来。根据观光署的统计，2024年顶半年去踅博物馆的游客，踅中正纪念堂的是有195万外人次上介济。也若是这故宫是干那排伫咧第6名。故宫的院长萧宗宏今日就去立法院报告业务，立委是呼吁这故宫规划展览的能力就爱搁加强，而且嘛点出这故宫南院的交通接送有问题，要升外国客是真困难。故宫收藏上万件国宝，真侪是世界出名的文物。2015年参观人数是亚洲第1，不过根据观光署统计，2024年顶半档博物馆的参访人数，故宫89万7000外排第6，中正纪念堂以195万外人次排头名。这样的名次，我想这个院长有没有觉得很遗憾？当然很遗憾哈，可是因为原因很多了哈，教育部的4个馆哈爬到上面的话，因为教育部有业配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动用那个整个教育行政。另外一个故宫的门票基本上来讲的话是里面最高的哈。故宫参访人次减少，院长萧宗宏表达遗憾，讲是侪原因所致。立委郭志温指出，2016年来台旅客走访的景点，故宫排第3，超过4成来台湾的旅客都捌去过故宫。这几年去故宫的人数渐渐减少，爱特别注意。也若南面的数据更较惨，交通接送甲观光宣传拢有真大的问题。你怎么到南院？这的确是当初在规划重要的一个文化设施，没有去完整考量的一个配套。我当然知道故宫现在研究的量能或者是相关的经费跟预算可能都有一些不足的部分，但是故宫企划的能力应该可以更强。
立委陈培如指出，国中应该有更较强的策展能力甲行销宣传。肖总宏讲，这2档的展览办了真好，煞无通声更较侪人来。国中伫国际化的时代，并无更较好，要继续检讨甲拍拼。记者综合报道。所谓世代，咱通好伫咧网络顶听广播、看影片，甚至是有一寡电子册、有声册。这寡作品煞是互盗版的集团摕来做无本的生意，用俗价转卖互消费者。不过立委就质疑讲，目前的处理程序煞是爱这受害者家己开钱买证据，甲检方举证。所以讲文化部就回应讲，会阁建议对策。所谓时代有真多元的影音创作，出版界嘛做真侪电子化商品，比如电子册、有声册等等。23有立委在质询文化部的时，就指出真侪创作者的心血拢变做盗版集团俗价转卖赚乌心钱的目标。但是目前的对策是爱受害者家己开钱买证据向警方举证。有立委就认为这真无合理，嘛批评文化部的态度消极，应当改进。文化部基本上可以积极的协助制裁局去认定这个东西，然后制裁局可以再更进一步跟邀请数发部做出数位阻绝的事情，然后刑事警察局的报案当然是同步要进行。明明就有相关手法，可是文化部的态度一直很消极。盗版的网站内底，唔但有前总统带英文的有声册，更有知名数位学习平台的课程。盗版卖的介绍含正版比起来俗要20倍。立委就批评盗版集团做这款无本生意，严重伤害台湾的内容创作产业。文化部是回应讲会积极研究对策。另外，有学者指出，像这寡被盗版的网站，政府就积极下国协调合作。要证明说你的确著作权已经受到侵害，然后要经过一定的程序，然后由那个相关的一个行政命令或者司法面做了一个相关的措施，要求这一些个，比如说电信公司不要去那个解读这个盗版的网址的内容，这个是现在比较新的做法。也那境内的部分，伊嘛依然含做参考例，因为设立防制盗版的专职行政单位来主动监控杂志盗版。学者表示，这款盗版的手法愈来愈侪，希望政府通对各方面积极面对，维护台湾的创作环境。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今仔日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是针对国内2段外送平台要合并这件代志，质询相关部会。公平会是表示，若是 Uber Eats 要收购台湾的 Foodpanda， 整体市占率对达到80%以上，所以讲是抑阁咧审。另外，这月初交通部是要明定外送的收费标准。交通部是表示，后礼拜3会招各方的代表做伙讨论。外送人员无用咧送物件，若落雨，真侪民众会使用外送平台。今年5月，传出外送平台 Uber Eats 要收购台湾 Foodpanda， 引起各界烦恼。收购了后，会减少市场竞争，影响消费者权益，也压缩外送员薪水的计价空间。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拜四开会讨论，有立委反对合并。如果这2家合并以后，它以后定的价钱垄不垄断？如果合并以后，它的市占率像以这个2家外送平台合并之后，会高达80%以上哈，这就是变成一个独占了。不要因为合并抵不过外商的力道，你们就去做妥协，这样的话，对我们台湾的消费者是不公平的。我们不会因为本国商或外商做不同的考量。另外，外送人员长期薪水无透明，交通部10月要移告修法，要甲外送运价定出计算公式，予伊透明化。移告期间会收集各界意见，但是消基会批评会期时间伤过赶，各界未负准备，致使会期临时取消。交通部讲已经定好新的开会时间。刚开始在4年前的时候，他们一单可以收70块，可是4年后可能一单可能收不到40块的时候，难怪外送业者会觉得他们被剥削。在下一周的礼拜3，已经约了各方，包含消基会的董事长跟他们的代表也都会来。交通部表示，定外送运价需要地方、中央、消费者、外送工会甲产业5方协商，目前正咧收集相关的意见。外送平台合并案，公平会表示，目前要咧研究案件对整体经济的利益，甲敢有限制竞争的状况，会好好审查。记者郭文丽、约凯台北报道。
咱台湾酒驾化甲高龄化的问题正严重，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今日早起就邀请国发会也有卫福部等相关部会，针对这个状况进行专案报告。不过，调野立委就不满这国发会对策报告，对民众来讲看了就无啥路用。建议是参考新加坡的奖励生育做法，才会当增加生囝意愿。咱的少子化问题严重，根据美国中情局 CIA 今年5月公布全球生育率预测，台湾伫227个国家地区当中，生育率全球上低。毋若安尼，国发会有估，咱总人口为2024年2300多万人，到2070年减少到只剩1400多万。有立委不满国发会少子化对策报告，干了143字，根本是清清彩彩的交代。你们到目前只写了143个字，感觉就像是 ChatGPT 写出来的，就直接跟 ChatGPT 写说整理出国际上各种解决少子化的方案，就想交差了事。过去16年，2任总统都提出这是国安问题，我们不可能在2个月内或是1个月内，我们就可以马上解决。另外，有立委批评国发会提出的少子化政策，民众拢无感觉，地数状况愈来愈严重。建议参考新加坡奖励生育囡仔做法，比如互妈妈有薪水产假10个礼拜、生育所得税减免等等，增加诱因，这样互少年翁某愿意生养囡仔。你的第一胎要减少母亲的总收入的15%，第二胎你要减少她的总收入，减免她的免税额哦。总收入的20%，第3胎以后减免它25%，甚至可以到60%。委员的建议我会直接找院长报告。国发会指出，面对咱人口转型，会加强推动劳动、移民、产业甲教育等政策来进行，佮参考国际相关做法，滚动检讨优化相关策略，也强调会将调野立委的意见报告行政院。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做回来因应超高龄社会，立法院的卫权委员会办事是审查壮世代政策甲产业发展促进法的草案。不过，这劳动部甲民进党的委员是认为讲，壮世代只是一个概念，定义不明，应该爱设一个专法做回讨论。所以这就为什么奶哥的敬老卡掉了？他说。让他觉得很难堪啊！吉林陈乃麟最近敬老卡伫咧高铁站，互人扣到，互伊感觉真歹看。明明家己阁真少年，所以用老这个字，为着要尊重甲陈乃麟同款心声的民众，民众党立委吴春成调集42位的立委，提出壮世代政策相关草案。有立委认为，55岁以上的民众拢应该用壮世代来称呼，无应该叫因中高龄，也是老大人。我个人觉得中高龄或是老年这个字眼今天改成壮世代或许比较恰当，为什么呢？因为壮世代这一词比较正面。对此，劳动部对壮世代这个词虽然是表达认同，不过这是一个概念的词，若是要特别设一个壮世代相关的专法，佫需要讨论。报告有讲过，这壮世代是一个反年龄歧视一个非常好的概念，这我们是支持的。对，可是要上纲为法律，这有待商榷。嘛有民众党立委认为壮世代定义不明，范围太过宽，是不是无同的年岁站拢需要特别设一个世代的专法？如果我们立法机关自己都搞不清楚，然后就在这里进行去做这样的一个法案的讨论，是非常危险。我问部长跟次长，请问我是属于什么世代？台湾伫2025年就要进入超高龄社会，就业、健康、经济等等的问题，拢是国家重要的议题。提案的民众党立委陈昭基表示，是不是要以壮世代这个名词来取代中高龄，也是时代。这是讨论的第一步，政府机关应该持续针对其他相关的政策来做讨论。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来关心健康知识，有一个个案，李先生因为头路拢爱使用显微镜，不过算是对6当前开始倒病的目睭一直咧流目屎，各黄色高高的物件，后来愈来愈看无，只好提早退休。医生检查落才发现，讲是鼻泪管塌掉咧。是讲医生都提醒大家，若是有无正常流目屎情形，目睭屎膏变多，都要赶紧检查。
标证迄物件的参数聚焦伫载玻片，完全看袂出来讲进前强要无快。66岁李先生伫美国洛杉矶做生物学研究，6当前开始得病的目睭，毋知影啥物因果会来流目屎，又搁带真济目屎膏。落尾只好退休，转来台湾去互医生看，发现原来是片泪管塌掉咧。眼睛每工作20分钟以后就开始流泪，开始有黄色的分泌物，所以我没办法持续，必须随身携带干净的纱布来擦拭。到最后，所以我不得不离开这个工作。片泪管塌掉咧，伫台湾有岁人较接来发生，每1万人都有2人去得到这款病症，包括发炎、放射治疗、外伤、感染，甲片仔病症拢有可能造成片泪管塌掉咧。医生表示，讲生理民众只要无正常来流目屎，目屎个变质，就应该去检查，无法度透过雾烧来解决。若无治疗，上严重者可能会有康树英，甚至来催眠。泪水没有办法流下去的时候，那细菌就在整个在泪囊滋生，然后产生脓包，那整个蜂窝性组织炎就会非常的红肿，那视力也会影响。那这些病人呢，通常来说他们就会从急诊过来，因为整个脸，尤其他的眼睛的内下部都是红肿的，这是最严重的急性内囊炎。台中永总强调讲，片泪管塌掉咧，伫咧初期会当透过加几颗中枢来解决，严重者就要开刀。目前有健保给付的类似镜内容片仔做手术。空嘴出血量是传统手术的20%，恢复基底，互患者有无同款的治疗选择。记者台中报道。桃园市老人送饭的服务，最近是传出这社会局竟然欠11间送饭的业者的钱，欠人2个月，已经挖近1000万。社会局就强调讲，是因为公文往回去签到拨款的时间，不过这老人送饭的服务是无受到影响，只阵会先拨其他的经费来贴，预计今日都会把钱拢拨互人。灶卡内底无用炒菜包便当，被关在中道进前送饭予老人或者是身心障碍人。桃园市社会局委托民间机构送餐服务，所传出欠11间送餐机构费用2个月将近1000万，后者机构是苦苦支持，引起机关的关心。老人的部分大概有11位，那身心障碍者的有12位。目前为止，因为我们服务的量是比较小的，那还不至于会有影响。那如果说持续一直拖欠下去的话，它势必会有影响。市府本来就有这个权利去做预算的调拨，所以我认为就是在这个反映的数字上面，其实应该可以再更积极一些。等交预算部分，社会局表示，中央补助90%，家己走总10%。113年原本向中央申请38亿外，按过今年等交服务使用者增加，各向中央申请增加预算执行。公文来回拖延到拨款的时间，卫福部9月中已经核定经费，拨款的定数也在进行当中。中央要负担90%中央钱一直没有下来，双方的公文往返耽搁了，我们市政府先垫，这个不是问题，赶快来解决。针对眼前付钱的证据，社会局强调，老人送饭服务无长期或者是受影响，已经先盘点即卖预算，紧急调整其他预算区部执行，各加速行政审核定数，目标伫只是完成半付餐费加服务费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市立联合病院决议是对11月开始禁止电动车停伫咧地下停车场，主要就是惊这电动车若是导火会造成严重火灾。病院迄边是强调讲，这地下停车场拢是员工咧用的，所以讲袂去影响到病患，也是加速停车。电动车停伫病院地下停车场内底，但11月开始恐惊到无法度安尼停。高雄市立联合病院开出高雄第1枪，禁止电动车停入地下停车场。当然是不合理啊！我一样来上班，我一样开车来，你为什么要这样区分？民众感觉禁止停车对电动车车主无公平，院方医师出面解说，地下停车场是员工用的，袂影响到病人，也是加速停车的权益。会做这个决定，嘛是考虑到安全。有少数几辆的电动车，那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停在地面。那万一有事故的时候，不会造成本体建筑物的一个危害。那对病人安全，我们可以把它降到，就是提升了哈，避免发生一些安全的事故。
联谊表示，国内外近期发生真侪件电动车电池起火的事故。事实上，前几天伫台中北屯一个停车场，有电动巴士疑似因为电池故障火灾。同款的火灾若发生伫地下停车场，因为空间有限，佮有乌烟，恐惊救灾有难度。需要用灭火毯加上底盘苗子及灭火器，将它于覆盖之后，然后想办法把它移除到地面。放到水池里面进行降温灭火，那这种操作对消防队来讲，目前是有困难的。入口藏禁止的公告，联谊毋是第一间禁止电动车停地下室的病院。嘉义大林组织早伫8月就先公告，联谊表示电动车会使改停员工的户外停车场，袂影响到停车权益。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为着进行4月花莲地冬了后农产品的消费，农业部是推出金额250块的消费券，计共有70万张。不过因为敢若限制伫咧花莲会当用，10月底就要到期啊，所以还有25万张也未发出去。是讲农业部就决定讲延长1个月。花莲市农会的卖场有真侪小农产品，除了薰酒以外，正所有的物件差不多拢会当使用农分白购买，包括卫生纸这些生活用品嘛，同款会使使用。农分白对于农民是不是有帮助？民众感受无同。我平常讲，其实帮助不是很大，因为它的用途，它不是说限制在只能购买农产品。年龄层稍长一点的都是生鲜，所以对于我们的生鲜，对于农民直销站的小农们，当然是有注意的。除了这以外，农分白必须使用手机啊、电话伫花莲登卡才会当领。部分民众因为袂晓上网络登录，规矩袂领，安尼无就是爱现场工作人员协助。不方便了，而且因为他那个上网那个程序哦，年纪大的不会操作了。有一些阿公阿妈他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就手机就丢过来说我要250块，那我们会帮他协助，但是这会造成后面的塞车。农分白是农业部伫4月3地动了后，为了进行花莲农业所设计补助，民众必须上农业易优网登入会员了后才会当领，限定爱伫花莲使用。不过到目前为止，70万张农分白，还有25万张还未领。经过我们的协调，那农业部会延长到11月30号以前，到花莲县地旅游的民众，只要加入农业易游网定位花莲之后，就可以免费领取1张250元的农本币的电子票券。另外，农业部还推出限定花莲市集用的纸本农分白，无需要登入花莲易游网，消费500块就送250块纸本的农分白。这个券领取的时间是11月30，使用截止日是12月15，请民众把握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要举办2024台湾设计展，主要的展览场之一，8年的市定古迹西菜市，因为要修复是已经封7年，即阵总算要重新建工。不过，其实伊外观的工程是还在赶工当中，民众就真烦恼讲去遐看展览会有危险。台南市府就强调讲，一定会以民众的安全为优先。设计展的布展人员早起就来到台南大菜市赶工，为着是拜六要开幕的2024台湾设计展，甲工程收尾。内面特别收尾啊，不过场外经过工程还佫伫咧赶工，各界烦恼讲会影响到参观的安全。哎，唔好，安怎讲？因为政府的单位就是安尼啊，哎，怪怪。我只能这样讲了。工区的外面就可以看到里面，其实还非常多需要改善跟修缮的问题哦。那我们希望台南市政府应该更要每一个地方都要清清楚楚的，让我们市民可以知道，而不是说看到工地。8年的市定古迹大菜市，因为修复封起来7年，这届因为2024台湾设计展修复了后，头一届对外公开，有影是成人目。不过这街路景观还佫伫咧做，烦恼讲有安全的记录。市府团队表示，一定会照时间来完成。因为时间已经确认了，一定是会在最后的时间内压线完成，在整个游逛区里面，好，整个全区包括展区以外的区域，我们都会全部来做一个收拾，好，也会做一个确认，好，确保它是安全无虞的状态下，让大家有一个舒服的看展环境。这届2024台湾设计展焦点放伫咧食含清两大领域，呈现食好穿好伫台南的概念。希望民众拢会当伫咧台湾设计展看到未来食含清的环境想象，展现台南是一个传统甲创新拢有的设计城市。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新市社内社区登记推设台语文，除了出册，最近伊嘛开始家己写词谱曲，佮结合乐器，就是要小解地方丰富的人物历史。
校园去感情头家发表这首家己写词谱曲的新港恋歌，用新港写甘地书目书顶元素，甲夹伫歌词内。成立11年来，台南新市社内社区的台语文化班。那出册并势推出台语本，这回为了庆祝台南400天，社区办新古典，透过不同族群的歌谣表演，要呈现在地丰富的人文历史。阮搁伫幼儿园到目前，全部新市的幼儿园吼，做起一间新的伫遮吼，我嘛是过遐推展。在地文化吼，若要传传歌谣呢，是一条上介紧的路。我感觉歌谣呢，确实呢。会当互真济即个社区的乡亲，大家呢共同参与，嘛永远的记伫个心内。现场表演对希腊雅歌谣、荷兰时期的诗歌，嘛有报歌甲古诗词，互大家听甲耳啊啪啪啪。台语老师陈宏进讲，古诗词用台语吟唱上斗大。另外嘛特别加入琵琶甲弦啊等乐器来演奏嘉南平原传统歌谣、牛犁歌，兼家己做道具。就家己用报纸，用迄个来做即个德米啊，阮家己大家共同来做即个犁头，嘛做甲足成的。弹出嚟，但是弹咧一定要有结合在地的迄个生活，所以阮今年文化局希望伊将即个部分结合着咱的民俗，并且是以未来生活的教育的一项。地方一步一脚印，豆豆咧摄石，用阿娘的话唱出土地声哨。文化局毋望未来，嘛通甲遮写作经验分享去各地头。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目前彰化县的无形文化资产传统工艺定65种，28位保存者。今年佫新增加新名纸无保存挂金钟，也佫有插小灰仔的变塑保存者叶志祥。县府当时举办授证典礼，感谢因的付出。一顶一顶功夫有路的新名纸簿是艺术挂金钟的作品，伊除了是彰化县无形文化资产传统工艺装笔的保存者，今年佫得到新名纸簿保存者的认证。挂金钟表示，新名簿分做纸簿、银簿、金簿，甚至有马口铁仔做的新名簿。传统手工制作的新名纸簿，对身价佮有整体的寸尺比例，拢特别讲究。传统的纸簿就是较讲究这较下身，就较缩结，互这个欣赏看的较完美。对这模型，你爱对这个官位，甲这个传统的迄个爱真了解，伊爱研究看真侪古早咱这个古早剧这个内底看无，甲我戏曲内底一寡看无，你拢爱去看。今年另外一位受认证的是插小灰仔编辑的保存者叶志成。小灰仔是魏书前时代就有的技法，流传千万年的时间路。过去就有灰仔编辑的这门手路，但是已经强被失传。叶志成为30-40年前开始投入灰仔编辑的创作，嘛过来在推广这项工艺。古早都有这个方式啦，但是不成熟，因为这种物件会死会工，无人要做。无人要做了，传承下来真少。我是以前的老师傅伊的口中甲咱传承讲，伊早有人安尼做，咱才会揣摩，慢慢把它延伸出一个特色出来。目前彰化县的无形文化资产传统工艺，计共订录有15种28位的保存者，包括传统木雕、高顶彩绘、电绘等等。今年也有12个文化部核定的传习计划，县府也感谢艺术的推广传承，和传统工艺继续探进。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变化，咱来看各都县市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2度到24度，中部地区24度到28度，南部地区26度到31度，东部地区22度到27度。外岛地区21度到27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